聽講喺中山市中心嘅商場樓上有一個香港人退休嘅生活社區喎。香港人同海外華僑嘅住客超過95%，咁點解吸引咁多香港老友記同海外同胞入住呢？依家就等我哋嚟一探究竟啦！ Hello， 歡迎嚟到我哋信輝康洋。咁我哋信輝康洋咧係主要係由香港人同埋華僑為主嘅一個 CCRC 康養社區嚟嘅。咁佢哋喺我哋呢度嘅生活咧，完全係自由自在嘅，享受嘅咧係高端嘅康養居所同埋高質素嘅服務，包括升級會所、娛樂設施、豪華長者屋、24小時管家守護系統、大病慢病嘅健康管理系統。所以越嚟越多香港長者同埋華僑入住我哋嘅社區，喺呢度開啟下半場嘅精彩人生。咁香港長者喺呢度生活有啲咩醫療服務呢？咁喺我哋呢度住嘅長者咧，就有呢幾種服務嘅。第一就係港醫港藥服務啦，通過我哋嘅平台可以聯繫香港醫生線上問症開藥，藥物直接寄到屋企。第二咧就係社區裏邊嘅大型醫療門診服務，500米範圍就有中山市人民醫院㗎啦。樓上養老，樓下睇醫生，唔使周圍奔波，夠晒方便啦。如果遇到緊急情況要返香港治療嘅話，仲可以享受我哋嘅跨境航空轉運服務添啊！哇！呢個視野真係好正喎！咁正視野嘅豪華長者屋，你咪好心喐呢？大家同學降低落衣架，打開洗衣機。開咗啦！啲智能化都好方便喎，我只需要叫阿小愛同學，佢就會幫我做晒所有嘢啦。屋企入邊到處都可以見到呢啲安全守護設備，有監測長者睡眠情況嘅睡眠監測帶啦，聯絡家人同埋管家嘅智能語音終端，仲有急救時用嘅求助拉繩，同埋防止跌倒嘅跌倒安全報警器。我哋嚟試下呢個智能語音終端先。請不要慌張，我們正在呼叫。你好，信輝康洋，請問你可以幫到你？我係護士員嘅。只需要撳一撳掣就可以聯絡到管家啦，又真係幾安心喎！屋企嘅家私家電包括冷氣啦、雪櫃、電視、梳化、燃氣灶、油煙機都幫你配齊晒，真係可以隨時拎包入住㗎。有興致仲可以整翻兩味添，真係好有屋企嘅感覺啊！升級會所嘅娛樂設施都好豐富喎，鋼琴啦、麻雀台、影音室、乒乓球台、手工書法室等等，每日咧都仲有免費嘅課程同埋唔同嘅活動，咁老友記就唔使怕悶啦。樓下仲有茶樓、超市、影院、KTV、食肆等你哋慢慢嘆嘅喎，生活仲精彩過啲後生仔啊！咁樣嘅退休生活係咪你嘅理想之選呢？